和大家真期待出名3D 画图大师詹进成过去替婚礼的4湖乡博雅寮乌咸艺术村来创作，变做网络真正的画图村，人坐甲敢若山同款。金鸟市今年要来啊，佫一届互莆田乡的主委拜托，伫咧庙口画一只立体大只的大金翅，一个画好了后，随铺上网络，引起大家注意。这只庙口大金翅，喙价一塔1000块的现金，坐伫只翕相，那亲像是坐伫鸟鼠的尻川被，看起来实在是真好彩头。这只3D 大金翅，按算会变做婚礼4年上界穿的护图彩色图。1、2、3。今年是金翅年，婚林莆田乡的庙埕前有一只真大只的金翅，喙面佫加一沓1000块的纸票啊！这象征金翅送财，而且徛喺无同角度，这只大金翅看到是安尼真活叫，还佫真有立体感，声真侪民众拢是来这安尼拍卡翕相。真的会有那个视差，这为什么会真的一大一小？民众甲坐经过的所在，安尼看到亲像坐金翅顶悬咧。伸手徛伫金翅的边啊，安尼看到亲像咧摸金翅咧，看到是安尼喜气洋洋。进前莆田乡的主委想讲农历的过年要到啊，要来甲装一寡应景的图，就找立体3D 的彩绘大师詹正成。伊为着感谢主委真注心来打造这个4湖乌咸艺术村的期间，对伊是遐尼啊照顾，所以伊就随甲答应。嘛无要甲摕工钱，对这个穿了甲设计，敢若开3工的时间，佮甲这只3D 的大金翅甲画好势。多7年啊，都唔知讲来画到这个庙口吼，画这只啦，甲各位拜年，单点透视去把它绘制完成，让客人来这边的时候，好像这只老鼠拍照起来，好像是它就在你的身边一样。3年前，詹正成大师来到婚林4湖的碧雅寮咧彩画，第一件作品就是甲这个电信的线路箱，用当地名产乌鱼子，甲画做这个叶红仔机。结果伫网络来逼红，刷落去，伊佫刷咧画10几百个互动彩画，安尼互这个渔村一下佫出名起来。即马过来伫过年前伫庙口来画这只金翅，安尼通互民众有喜气，财运旺旺，添添好代志，嘛过来引起一波对金翅的热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